进前就网前曝光，伫台湾的有10外万的台湾民众领中国身份证。这调查局去查才发现讲，确实有一寡人已经领中国身份证和户口簿啊，目前已经送到内政部。这目前内政部也开始伫咧访谈调查。网前北京伫中国统战纪录片内底讲，已经有10几万的台湾人有领中国的身份证。最近这个话题引起关注。调查局目前查到，确实有部分的台湾人有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居民户口簿啊，已经送到内政部以这款调查处理。内政部证实，调查局有意密函送到位，目前正在访谈调查，人数伫10个人以下。都给他们10天的时间，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就是废止他们的户籍。目前是陆陆续续在查证当中了哈，那少于10个人。刘世宏表示，调查局检举的名单有附身份证号码、卡号甲人名，会为户口徛的地点或者是出入境管理规则来处理。强调查证若属实，会通报当事人在地户政机关废止伫台湾的户口，那安尼就会失去伫台湾选举甲罢免等等的公民权，也佫有健保、长照的资格等等。不过原底责任甲义务，袂因为安尼怎取消或者是免除。有的是，其实是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民那到中国大陆去拿身份证的这种情形。学者分析，台湾的百姓若会想要摕中国的身份证，一般会是因为亲人、经济、甲个人认同3大因素。不过，无排除中国会扩大利用这个手段来改变咱百姓的认同，降低敌我的意识。不过嘛，认为相关单位要主动查证有困难度。那如果是一般民众，他只是往来或者是旅游对岸的话，那他也取得这个国籍，可是我们政府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机制去获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取得对岸的国籍，可能没办法掌握到整个全貌。调查有5个里长去互内政部发现有中国籍，民政司强调讲已经请当事人来说明，依法爱伫就职进前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国籍，若无就会依法改籍。刘世宏讲，这5个里长拢集中伫台湾的北部。记者综合报道。